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ve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 sent the Holy Ghost within.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You lead us, you guide us, you live right inside us.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 sent the Holy Ghost within.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You lead us, you guide us, you live right inside us.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We love you, adore you, we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We love you, adore you, we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ve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 sent the Holy Ghost within.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You lead us, you guide us, you live right inside us.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 sent the Holy Ghost within.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咱礼拜的时间已經到，請咱將咱的手機來關靜音，咱來吟會情詩聖詩363首。Amen.
恁着感谢耶和华，求叫伊的名，伫万百姓的中间报扬伊的所做，着用伊吟诗，用伊唱歌，学落伊，谈论伊一切奇妙的所行。做来吟圣诗，圣诗第66首，万米三角自就欢喜，请咱起立来吟全首。遮咱留言徛咧，咱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做伙来祈祷。愿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灵。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日市，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坐。咱做伙来启应，启应文23，启应文23，诗篇118篇，我来启，请兄弟来吟。恁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愿以色列讲，愿阿伦的家讲，愿敬畏耶和华的人讲，我伫危急的中间求叫耶和华，
有耶和华甲我伫地，我就无惊。就甲我开伊的门，这是耶和华的门。我要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应我。师傅所去杀的石，已经成做触角头的石。这是耶和华所定着的日。耶和华，但求你拯救。奉耶和华的名来的，应该得到福气。你是我的上帝，我要感谢你。恁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咱做伙仰头来祈祷。恳求圣神对天降临，用天的火照光阮心。你对天顶临到地面，温慈满满要互万民。你所互阮属灵温慈、仁爱、活命、安慰拢有。阮的心目雾雾无明，你使光明，互阮清英。恳求圣神赐阮恩惠，为主做工，拢免土亏。家内大细，同心和平，一切歹代求你洗清。我的天父爸，愿感谢你，感谢你创造世界的大生就拣选阮。伫阮人犯罪了后，搁找你的独生囝耶稣基督降世，为阮钉死伫十字架，用宝血洗清阮的罪，互阮这有罪的人会当搁甲你过好。今仔日是圣神降临节，当基督搁活40天上天的时，吩咐门徒等待圣神的降临。搁活了后第50天，圣神降临伫因的中间，互因得到大气力、大勇气，福音对遮开始传开挂。感谢天父，直到圣神降临节，阮才看见圣父上帝的创造，圣囝耶稣的救赎，圣神上帝的扶持引带甲感动，三位一体的上帝。为阮卑微的人所做伟大的工程，主，阮感谢你。除了感谢，阮嘛求你赦免阮为主做工无够额。阮对使徒行传中看见因这个使徒一生传道理，甚至最后为着福音来殉教。短短的时间，互福音对亚洲传到欧洲甲非洲。当阮伫台湾，福音已经传入150几冬，总是信主的人也是真少。看阮教会疫情了后，人数嘛是一直无法度恢复。当阮连主内的兄弟姊妹拢无法度同心结连的时，毋免阁讲，阮要对外传道理有甚物热情。主啊，求你赦免，总是嘛搁较恳求圣神，会当搁一解点热阮的心，互阮会当找回当初信主的热情，为主温群做工，无野善。我来祈祷恳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咱做伙来看一位圣经，记载伫新约路加福音18章第1节到第8节，台语汉字本伫91页，91页。路加福音18章第1节，耶稣说一个比喻，假是因着常常祈祷，毋通厌，讲某城有一个审判官，无惊上帝，也无对重人。伫迄个城内有一个酒馆人，豆豆去见伊，讲有人甲我做对敌。求你替我伸冤，伊久久无灭。后来想讲，我虽然无惊上帝，无对重人，若是因为即个酒馆人豆豆来搅扰，我要替伊伸冤，免得伊用用来苦楚我。主阁讲，恁着听即个不义的官所讲的。模仿上帝敬的百姓，明日后叫伊，伊也为着因宽容，减无要替因伸冤吗？我甲恁讲，伊要紧紧替因伸冤。虽然安尼，人子到的时，减要拄着世间有神吗？讲到王秘书牧师今日要讲的信息是官府甲审判官的比喻。大家下世平安。今日是啥物日子？大家知影无？圣神降临节，嘛有人安尼讲，圣神降临节是教会的生日。若无圣神的降临，就无过去的教会，过去的教会，嘛无现在的教会，有可能嘛无未来的教会。我常常听人讲，教会的未来是清零，其实教会的未来毋是清零，教会的未来是三一上帝、圣父上帝、圣子上帝以及圣神上帝不断地引带咱。伫咱的教会，伫今仔日。咧庆祝即个圣神降临节的时阵，愿望咱会当将咱的焦点对付正确，咱爱看的是三一上帝的作为，咱爱恳求的是圣神的快力降临伫咱的身躯顶，毋是为着教会的成长，乃是为着教会伫即个时代会当传扬福音，关怀社会。若是安尼的时阵，成长会成做圣神工作了后的其中的一个指标，其中的一个哦，我讲其中的一个。我为虾米安尼讲？因为有当时圣神甲咱三甲同工的时阵，教会人数无一定会增加，教会人数有可能会落去。所以人数增长，可能咱阁爱有较细腻的一个想象。伫开始咱要听今仔日的圣经的话语之前，咱三甲来祈祷。主，阮伫遮听候圣神
会降临，帮助阮真正拍开阮的心，真正将阮家己拍摆活伫你的面前，亲像使徒伊迫切祈祷咧听候共款，我嘛迫切祈祷恳求主，你的圣神临在阮，因为阮知圣神的临在是要互阮有气力，为你来传扬福音，为你来做见证。顺道者这字基本的意思就是为主做见证。当阮有圣神的气力，甲阮三家伫地，阮无过亚神，阮无过伤心，阮无过累积，过去的一切拢变做新。我要甲你三家同工，传扬福音，关怀社会，伫即个土地，通过听甲愿望，诚做通过听甲受苦，诚做愿望的记号。主啊，今仔日求你，互阮读你的话语的详细，阮的性命嘛，互你的话语来读。求你的圣神教示阮明白你的道理，诚做阮活命的美流。安尼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即个譬如，毋知大家是第一届听到，还是已经听过足侪届啊？足侪届，敢有人是第一届听到的？啊，感谢主！安尼你可能无过去遐个包袱吼，就免家己躲掉吼。咱听过足侪届的人，我想要问一下，若讲起即个寡妇甲判官的比喻，一般咱伫教会拢会听到啥物？会当互我三个关键字，有无？你会想到啥？你会想到啥？司机无伫啊吼，你会想到啥物？啥物拢无想到，安尼嘛袂歹吼。安尼你今仔日就有一个新的可能性，重新来理解即个譬喻。安尼伫一开始的时阵，即个譬喻的一开始，头拄咱读的经在讲啥物？讲啥物？耶稣哪会要讲即个譬喻？因为爱，叫人爱创啥？爱创啥？哈？歹势，会当较大声无？爱创啥？爱祈祷对毋对？而且爱常常祈祷对毋对？啊若常常祈祷毋通灰心吼，这是现代台语日本的讲法。咱是巴克的日本讲啊足水的，祈祷安那袂野，袂野神的野，对毋对？吼，祈祷袂野。我问大家，即个譬喻真正是咧讲祈祷无？敢是？看起来哪亲像是吼？即个譬喻哪亲像是咧讲祈祷？因为一开始就安尼讲啊嘛，一开始就安尼讲，这是一个关系祈祷的譬喻。也因为即个第一节落甲讲，耶稣说一个譬喻，教人爱常常祈祷，毋通灰心，爱常常祈祷毋通野。所以咱就想着即个指示来引带来想，祈祷是儒家上介意的一个主题。也毋过咱会真细腻，因为有当时啊，当咱咧看即个故事的时阵，看了后，咱就会想讲，所以咧，煞食安怎？这我拢已经知影，所以咧，故事的比如咱咧读的时阵，定定拢会拄着一寡读解咱真正来理解耶稣的譬喻。第一个困难的所在，就是中福。因为即个故事常常伫教会内底讲，我对主日学我就听过，我即摆46岁吼，年龄毋是秘密，所以我当讲无要紧。我即摆46岁，所以我对足细汉的时阵就开始听即个比喻，就是爱祈祷，来亲像即个酒馆的人共款，一直去找迄个判官，一直找即个审判官，毋通停哦，你一直去甲伊撸，一直甲伊撸。所以咧，祈祷是叫咱爱一直甲上帝撸，一直甲上帝撸，敢是安尼？无细腻，可能会安尼读入去。再来记忆，有当时啊，通过不断的重复，咱会甲即个代志记啊条条。然后咧，开始无去思考，
亲像今仔日会早咱所读的主的基督文，我先问大家一个：当咱咧读主的基督文的时阵，咱喙咧叮当，咱的心有对咧想无？敢有对咧祈祷？无？有吼。我细汉咧读基督文的时阵，我拢看啥物人读较紧，是我读较紧，还是思会较紧？思会若读了啊，我还袂读了，我会足紧张的，因为读到关联员工拢是你所有阿门，大家拢阿门啊，我才个对，我阿门，安尼我就变啊足奇怪。有当时咱读即个主祷文的时阵，因为中伏足侪解，因为咱想讲咱记啊条条，所以主的基督文煞失去对咱的意义。第三个佫较麻烦的是，有当时咱来用一句话，头壳我问大家讲，若用一句话来讲即个故事，我无安尼问，我是问讲大家想到啥？也毋过我迄当阵细汉咧接受教育的时阵，会讲，若用一句话来讲即个比喻，那即个比喻是要讲啥？即个时阵会讲，即个比喻是要教咱祈祷，无停。安尼，通过中伏，通过记忆，通过甲耶稣的教导简化，诚侪道德的教训，耶稣的比喻，原本所有的迄种极大的快乐，就完全无去。中伏、记忆、简化，会互咱无法度去思考，无法度去理解。所以，当咱咧读即个故事的时阵，就掠准咱已经知影，咱已经知影足侪年啊。即个故事就会变成做我知影爱祈祷无益，所以咧，毋过伫遮，我要邀请大家，当咱家己认为已经足知影的时阵，若是要用一个较新鲜的角度来重新的理解，有当时啊，需要徛伫一个完全无共款的立场。安尼，才会当对这个内容有无共款的结局。咱常常听到另外一个故事，叫做《浪子回头》。伫头前路加福音15章，有一个人有两个囝，是毋是大囝细囝咱毋知影？有两个囝，一个阿嬷出去毁类，对毋对？落尾转来，咱拢会记得迄个故事的结局是啥物？伊的老爸阿嬷要重新甲伊接纳，对毋对？若是咱甲即个故事重新看，落尾迄个浪子的老爸其实无欢迎伊，甲伊赶去低调。安尼咱会当才知影讲，原来圣经的故事讲的迄个老爸有偌尔无共。伫咱台湾社会的老爸，吼我无要攻击啥物人吼，较有可能是你甲我死出去，你毋免阁转来啊。所以超过伊用即种反面的结局。来对待咱真实的故事，浪子回头的故事，这是一个心理的批判。今仔日，若是要用一个新的角度来看这个比喻，安尼我要请大家闭目心。咱先来看传统会安怎处理。传统安尼讲，一直祈祷，就会实现。即个富人人来到即个审判官的面前，毋知影你内底心内想的敢是即个画面？祈祷无验的祈祷，是用祈祷的人正做中心，因为祈禱是直接向上帝祈禱。所以咱頭殼講第一種的誤解，阮著愛一直，咱著愛一直向上帝路，上帝才會聽咱的祈禱。第二種的誤解，若是上帝親像即個法官共款，安尼我可能即個法官一開始是拒絕的，如了後我閣來大聲，愈講愈大聲，大聲量，安尼伊就會回應。若是真正安尼理解的時陣，請問這是甚物款的神啊？這是甚物款的上帝啊？咱佇遮小停一下，咱會當想，羅家關心的到底是祈禱的人，還是祈禱的內容？咱閣轉來看，譬如這個字上基本的意思。
大家知影，譬如 parable 这个字对不对？伊的希腊文叫做 parabolo 啊，这个字基本的意思是啥？大家敢知影？敢知影？毋知影？真趣味。这个字吼，伊上基本的意思就是甲物件放做伙看。譬如讲，我甲这两项物件放做伙看，然后我来比较。放做伙看的时阵，两项物件或是三项物件放做伙看来比较的时阵，有可能你会去找因共款的所在，嘛有可能你会去找因无共款的所在。比较有两种，一种找出共款，一种找出无共款。而且因为我是两项物件来比较，我通过这个比较来了解一项物件。所以，当咱咧看耶稣的比喻，常常拢讲天国哪亲像，有无？有咧讲天国哪亲像，这个时阵你心内就要有一个基本的想法。天国若是哪亲像，天国好比，一般拢是犯罪好比，毋过有可能有当时啊，伊是对比。天国好亲像，天国对比什么？若是用即款的角度来看比喻的时阵，就会阁有无共款的想法。所以伫遮，咱重新来看即个比喻，伫即个比喻的内底，咱来甲头前的即个常常祈祷先放伫边仔，伫咧第20到第50个所在，咱来看，安尼咱就会当看到除了甲是咱祈祷以外的意思。伫遮。有啥物物件放做伙？伫即个譬如内底有啥物物件放做伙？第一，甲上帝甲即个法官放做伙看。若是搁搭合60个比较8的即个所在的解说，即个比如着甲法官比做上对比上帝。遮放做伙的时阵，毋是讲即个法官亲像上帝。咱若搁去看第60比较8的时阵，毋是讲即个法官亲像上帝，是讲即个恶质的法官，若是因为即个妇女一直甲伊撸，一直甲伊恳求，一直甲伊一直叫伊爱伸冤，伊拢会为伊伸冤，何况是咱的上帝咧？所以伫遮，上帝甲即个法官是伫伊个对比放做伙的时阵，请问是即个上帝亲像法官，还是即个上帝对比法官？大家听了是亲像还是对比？对比，对比。所以毋通搁甲上帝比评做即个法官，伊一开始会先甲你拒绝。伊是不义的，因为这甲伊的属性是完全无共款。伫咧遮，法官是对比上帝。若是连即个不义的法官拢会安尼做，何况咱伫天顶公义的上帝？第二个对比，嘛是伫后壁即个所在，甲啥物人对比，啥物人，还是甲啥物人比拼，啥物人放做伙看？甲妇女甲灵，有吧？伫个6比到8的时阵，当人主过来的时阵，伊就要看讲，伫这中间敢有人，敢有信徒的信心遐尼大的。所以第二个对比是甲啥物人比？是亲像还是对比？这个所在就无一定哦，因为人主过来的时阵，信徒。是毋是会当有迄款的信心？到底是亲像还是对比呢？这个问题怎对咱每一个读者来开放？因为这个信徒是甚物人？就是你甲我啦，就是所有咧听耶稣这个譬喻的人，你就是迄个信徒。耶稣邀请你看卖一个。你甲即个妇女相比，你是甲伊亲像共款，还是你是对比伊？对比伊有可能比伊较歹，嘛有可能比伊较好。
所以伫遮你会当看到伫两个对比。若是即个守寡的，会当安尼啊，恁咧，这是第二个对比。所以儒家的即个解说，对伫罗马帝国中间咧听候耶稣搁来的人，是真有鼓励的。头我讲，教会的设立是圣神降临节，教会一开始出世的时阵，遮的教会的成员伫帝国中间的处境是啥？敢是真受欢迎？真实的毋是。罗马帝国掠准基督徒是无信神的人，因为因无信罗马的神，因拜耶稣，所以第一款对因的看法是因无信神的人。第二是认为因是搅乱社会特殊的人。第三个看法是认为因是足奸诈的迄种看因袂起的人，因为因的神的救主，互人当作罪犯，钉死伫十字架顶。所以所有传扬福音的人，甲因的救主同款计数，这是因的处境。所以当迄时教会的设立，你家己即个成员的时阵，诚做即个成员的时阵，毋是一个足荣耀的记号，毋是讲你伫即个社会会出人头地，无亲像你加入律师公会、医生公会，迄是啥物款的公会，代表一种身份真悬的代表。毋是你加入即个团体，其实咧讲，你甲伊所传的耶稣基督同款，地位真低，受人看轻，甚至是受人欺笑。伫迄款的背景中间，儒家用即款的比如的解说来鼓励所有的信徒，伫遐听候耶稣过来的人。当你受到别人咧欺笑的时阵，你爱祈祷无煞，你爱祈祷无用，然后你会当得到报酬。安尼咱要搁进一步想，为什么要用即个祈祷，甲规个即个譬如包起来，诚做一个咱理解即个譬如的即个重点？我搁问大家一个问题：一个宗教、一个信仰，特别是耶稣基督所传的信仰，若是简单叫人爱祈祷，安尼应该会得到法利赛派人的祝福啊，嘛应该爱得到罗马人的接纳才对嘛。因为你假讲你拄着困难，你拄着艰苦折磨的代志，你著祈祷就好啊。为什么耶稣得到的是一字十字架？大家有想过这个问题无？若是这个道理，只是叫人爱祈祷，安尼爱受到大家的欢迎啊，哪会送伊一支十字架，甲伊钉死伫十字架顶？所以，咱若甲第一节6B到8节的理解的引出拢摕掉，直接来看第2节到第5节的时阵，咱会有一个新的理解。耶稣的关怀是 Torah， 是上帝的律法。上帝的律法就是来管理这个土地人民的生活。耶稣要求对这个 Torah， 你爱有先知性的理解，你爱去批判无公义，你爱追求另外一种特殊，迄就是上帝国的治理。这个譬如，就是伊咧讲上帝国的特殊。若要讲上帝国，啥人上介意听？啥物人上无介意听？你看耶稣的门徒是啥物人？是个下骹站的人。你看要甲伊送伊十字架是啥物人？统治的阶层、压迫的系统。所以当伊讲上帝国的道理，伊就咧对即个社会的现实、治理的阶层，甚至规个国家治理的系统，爱进行先知性的批判。安尼你就知影为虾米伊会得到一支十字架，毋是得到所有的人的接纳。所以这个譬如若无完全是咧讲祈祷，安尼伊咧讲啥物？伊咧讲啥物？即个守寡的人，伫个遮咱入来即个譬如，伫即个譬如内底，是毋是阁有2项代志做伙看？啥物2项代志做伙看？
一个是酒馆的，一个是判官，有两个角色伫遮藏做伙。即个酒馆的来到即个判官面前，讲有人甲我做对敌，求你替我伸冤。咱今仔日看到这，可能感觉无啥物了不起。这负能人就是得到，伊就是有冤屈，所以得互人冤枉，还是啥物款的代志，咱毋知影。伊要求伊的权利爱得到保障，咱可能会感觉有啥物毋对。伫迄个时代，寡妇若是要为家己的权利伸冤，伊无法度家己去。伫迄个法律的时代，对传统的妇女来讲，你若要就法庭主张家己的权利，你需要一个代理者，会是啥物人？会是伊的丈夫，无就是啥物老爸，无就是啥物囝，无查某人直接徛法庭的，因为查某人讲的话无法度做啥物证实。这个代志伫啥物所在咱看会到？伫耶稣过活了后，玛利亚去甲文道部的时阵，文道无相信。所以迄当阵的时代背景是，即个妇人人，若用即摆的话语来讲，他在法律上不是人呐、伊伫法律顶面袂当主张家己的权利啊。伊爱有啥物？爱有伊的中保、伊的代理者，伊的翁替伊主张，还是讲伊的老爸替伊主张，老爸替查某囝吼，还是妈妈的话可能爸爸无伫的，安尼就是伊的囝替伊来主张。所以这个妇人人，伊走去来找即个法官，直接讲为我伸冤。即个代志本身，你若是第一时代、第一世纪会去当阵的听众，你就知影即个妇人人好大胆，好大胆。第二，伊是一个寡妇，咱若知影寡妇伫迄当阵生存的条件，你就会当了解，伊是上阶层。家产中的家产，迄当阵的寡妇若要生活，爱靠啥？靠囝。若无囝呢？靠啥？靠家己。靠家己要靠啥？靠身体。有一寡寡妇，因为着要生存落去，伊需要出卖家己的身躯。所以你嘛会当理解后来伫四道行传，为什么教会群体照顾寡妇咧分食米的这件代志变啊遮尔啊要紧啊！所以这是一个真要紧的，咱会当理解。也毋过寡妇其实伫旧约中间，伫申命记伫出来记记着，甲寡妇甲啥物人囥做伙，甲鼓励，甲寡妇。甲送乡的，甲出外人，拢安那囥做伙，要求以色列即个上帝治理的群体，爱照顾遮个人，爱保护遮个人。所以当即个寡妇无法度为着家己的权利来伸冤的时阵，啥物人要替伊出头？啥物人要替伊来保障伊的权利？毋是别人，就是伊所徛起的迄个群体，就是伊所徛起的迄个以色列的群体。但过你若伫遮来看，伊爱家己去找即个法官，真有可能，即个群体已经安那无咧照上帝的旨意来行，所以爱伊家己去。迄当阵的妇女伫法律顶面，毋是人，伊袂当家己主张，毋过伊现在伊要家己去主张啊！伊要家己去主张，这对即个法官来讲，对比即个法官。对这个法官来讲，真困扰。这个法官是什么款的法官？伊伫经文内底讲，伊无安那，无惊人，无惊上帝。意思是啥物？无惊人，无惊上帝的意思啥？无咧照上帝的旨意咧行，无咧照上帝的法律来行。所以你会当想到，伊若要决绝来保护这个寡妇，拄好娘娘，拄好娘娘。即个守寡的，伊无势力；即个守寡的，伊真送乡；即个守寡的，伊直接去找即个判官。迄条文内底形容即个妇女，叫做未见笑，未见笑，因为伊无照伊本来
应该爱有的规矩来行。你一个妇女，你会伫恁兜好好伫遐就好啊。你无代志就撞出来要创啥货？你的地位遐尔低，甲你欺负，甲你欺压，甲你压落底，你着乖乖啊伫遐接受就好。你无代志撞出来要创啥？撞出来就算啦，佮直接撞去法院的头前去找法官。你互阮规个群体嘛真正安那见识，阮的即个群体无法度来保障你的权利。有学者的翻译无用白见识，感觉伤过歹听，就讲这是一个真积极的有能人。这个不义的法官，会是啥物款的？伊有可能是第一世纪犹太，嘛是有可能是罗马的司法系统。所以讲，伫遮咱看到这看起来是一个啥物犹太司法系统的图。为什么我安尼讲？咱若看圣经，咱就知影，耶稣要甲伊判死刑的时阵，犹太人的公会有法度家己甲伊判死刑咯？无，因送去啥物所在？毕业岛遐，毕业岛是啥物？罗马司法的代表。倒变讲，就是迄当阵的代志，有一寡代志，犹太人呢会当家己处理，犹太的公会会当家己决定的。也毋过牵涉着甲人判死刑即款。叛国罪，还是讲扣税的问题，这毋是恁犹太人会当主张，你爱进入罗马的系统内底。所以伫迄当阵，至少就有这两套的司法的系统。所以耶稣咧讲的，到底是犹太的司法系统，也是罗马的司法系统，真有可能拢有。所以这个譬如，若是转来看，伫耶稣伊所讲的时阵，转来看，耶稣咧批判啥物？耶稣即个批判真严格，伊用故事来讲，啊，即个故事互伊诚做得到一支十字架的其中的一个。为什物？伊咧批判啥？伊咧讲即个譬如上起头的意思，就是爱为着受压迫的人来伸冤。伫甲迄个腐败的判官，甲迄个上帝放做伙看，若是判官拢会当克服个人无安那无长的即种坚持，安尼你毋通放弃。有一日，上帝会为你报仇，会为你伸冤。即个譬如是掠上帝最中心，伫迄日，伊要用正直来审判，伊要鼓励遐个。当咧超找公平正义的人，你毋通放弃。你若是一个敏感的政府官员，还是一个敏感的宗教统治的精英，你就知影，即个人咧创啥？即个人讲的话咧创啥？伊咧讲，恁即马遮的腐败不法的系统，无照上帝意思来行，恁爱安那？受到推翻啊！恁爱受到啥物调整啊？即个妇女，伊鼓励所有亲像即个妇女上加赞的甲因讲：你毋免惊，你爱继续用即个不法甲即个不义来挑战。你毋免惊，上帝互你靠，上帝有一天会为你伸冤。伊咧创啥？鼓动革命嘛，鼓动反抗嘛。伊甲宗教、甲信仰对啥物熟练的赞处，毋是甲伊降低到社会的赞处，毋是。伊咧讲的是，咱的活命、咱的性命，若得到圣神的更新，得到上帝的支持的时阵，你无可能安于现状，你无可能伫你的生活中间无改变，你无可能继续互人欺负啊、舔。犹原一句话拢无讲，你无可能用迄个不义不公平的系统来克服、来降服，因为你今仔降服一个人，你今仔降服迄一位，就是善意的上帝。也就是安尼，遮的信徒，遮因看袂起的信徒，雄那变啊那就有困难。遐因看袂起的掠鱼的，遐因看袂起的佃农，遐因看袂起的即种守寡的人。那每一个人
拢变啊真有气力。伫即个迷落的中间，你若知影，迄个无公平的系统是咧欺负上基层的人。耶稣讲，即个譬如邀请所有的人来对抗即个不法的系统。对遮来看的时阵，你就会了解《使徒行传》咧讲的凡物公用是啥物意思？逐工组织做伙，三甲祈祷、礼拜、拜饼。甲你的物件拢卖掉，然后分享给所有的人，对迄当阵的罗马帝国的特殊是偌尼大的破坏。因为迄当时的罗马帝国是阶层分明，奴隶你伫遐就做好势，你所有的贡献就是主人的。啥物叫卖掉？主人家己的物件卖掉，摕来互奴隶，即款的代志毋捌想过。所以圣神降临的溃烂。圣神甲咱同在的时阵，你的信命无可能无改变，你的生活无可能无受挑战，你无可能阁想讲，我著照我即马安尼来活，著有够业。安尼咱著会当了解为什么耶稣讲完即个譬如，讲完侪侪的譬如了后。当伊咧传上帝国的福音的时阵，罗马帝国甲犹太宗教的当局要请伊就十字架，因为伊完全否认现有的特殊，要求一个完全新的特殊，上帝国的特殊。伫这个特殊中间有啥？疼甲正义，无别项啊，剩疼甲正义。因为疼，所以会当踢破家己。甲家己的物件卖掉，因为正义，遮个物件会当分配，互你甲我，互所有参与伫即个团体内底的人，无搁分奴才，无搁分主人，无搁分寡妇，无搁分啥物孤儿，所有伫旧约内底迄种对上帝国治理听甲正义的迄个治理的想象，今仔日伫教会内底。会当看到，这就是教会诞生上界要紧、上界重要的一个特质。所以伫遮，若是甲头前后壁拆开，敢若看耶稣即个比喻，即个比喻邀请咱追求正义，甲咱鼓励。毋管你的处境有偌低，毋管你的处境有偌艰苦。你也继续，一直做，一直做，一直要求，直到有一日，这个代志一定会成。耶稣爱人啊嘛，毋通点点；耶稣爱人毋通赢。若是安尼，咱就倒边来看；若是倒毋来，安尼讲，搁甲头前迄个祈祷，搁甲伊倒落来的时阵，咱至少会当有一个真要紧的体验。也是讲一个要紧的理解，咱的祈祷呢，毋是为着家己的财产，毋是为着家己的幸福快乐咧求的。你爱追求的是公义，这个公义是有上帝的疼伫遐支持的疼甲公义。会惊无？这个故事，这个譬如，安尼讲落来，我毋知你会惊无？也是共款，就安尼，所以咧，无需你讲遮济，所以咧，所以我要分享一个例，应该是讲两个例来做今仔日的结束。第一个例叫做单身节，我毋知大家有听过这个名无？伊是中立教会的会友。为什么会知影单身节这个人？因为伫几啊4、5年前，我伫台南神学院做传道的时阵，捌有一个歌戏叫做《好甜的春天》，伫遐来演出，来咧讲单身节的故事。我迄当阵有一个朋友，伊讲伊是中立教会的会友，伊本来拢了解单身节，伊想讲。做伙礼拜嘛，坐伫我边仔阿伯看起来普普通通。后来，伊是伫迄个机会中间才知影，为什么即个阿伯
遮尔啊强调台湾的意识，强调民主的自由，强调人权的教育，因为伊捌受过国家极权的暴力，甲残忍的对待。迄当阵伊22岁的时阵吼，伊去雾峰教会，甲迄当阵雾峰教会的一个青年黄崇光吼，做伙来食一顿饭。人就讲啊，你要开会，你要发展台湾独立，所以就互人掠去关。伫个审查过程中间，伊拢讲伊无，毋过人就甲伊拍，甲伊安那用迄个电击棒甲伊电，用迄个噪音甲伊搅了。摕迄个物件拍伊的身躯，甲伊身躯烫光光，甲伊拍。伊伫遐非常的艰苦，所以伊就承认讲我有做。伊就伫遐坐甲5年，出家了后，老母起孝，老母会起孝，伊就咧想，22岁入去坐家，27岁出来。老母起孝，亲人朋友谁啊那陪，生活真艰苦，阁有敌母一直咧找伊的麻烦，伊就想要结束伊的性命。毋过伊看到迄个日头足水，伊就想讲伊哪会当去自杀，所以伊就无自杀。伫迄个绝望的上中间，伫迄个坐家的中间，伫迄个绝望的中间，伊定定拢唱伊上喜意的圣诗，祈祷的时，即时极好，大家安唱吼。伫即个戒严的时期，白色的恐怖就亲像传染病共款，大家拢惊。毋过陈新杰，伊伫家内底，伊出家了后，伊安那，伊靠信用的亏待搁活落去。我毋是讲卖祈祷，我是讲祈祷了后，然后伊创啥？伊每一工拢靠即个祈祷来对抗，想要甲家己刣死，想要去甲遐个当初甲伊掠刣的人报复的念头。毋过后来伊无安尼做，因为是迄个祈祷，互伊甲上帝会当连结做伙，亲像今仔日所唱的歌共款。迄个痛苦一点一滴的慢慢啊医好，伊真受气，伊嘛真艰苦心，毋知影为虾米伊即个无辜的人会当受害。落尾，伊的祈祷嘛真做具体行动。伊后来去人权的博物馆来讲起家己所拄着的代志、经验着的代志，甲所有来参观的人讲，伊家己受伤，佮得到医好的即个故事，而且甲咱讲一句话，毋通佮互即款的代志来发生。伊用伊的身躯，用伊的人生，用伊的家庭，甲咱讲爱安那去做一个疼甲正义的社会。伫12年，应该是讲伫2010年，伫个苗栗大埔，我毋知影咱中间有偌济人佫会记得即个14年前的代志。迄当阵的县政府要征收侪侪土地，人民的土地，要起造一个类似科学的园区。其中有一个叫做周药房，我毋知大家有听过无？周药房。伊抗议伊的土地，互人摕走，伊无愿意互人摕走。伫迄个抗争的中间，其实毋但伊，阁有侪侪人丧失因的性命。后来厝还是拆，大家敢知影后来发生啥物代志？已经互人拆掉的厝，经过真侪人的努力，毋管是抗争。毋管是陪伴即个家庭继续落去，张药房药师本人后来死去啊，伊的太太继续伫地。伫个2020年的时阵，厝重新阁起来，剩7平，真趣味。迄间厝伫啥物所在？全台湾今仔2条公益路。全台湾只有2条公益路，这个公益不是做公益的公益，这个公益是 righteousness， 是公平正义的公益。全台湾2条公益路，一条就伫遐，另外一条
伊咧家己，因个兜伫啥物所在？因个兜就伫公义路甲仁爱路交接的所在，就是伫遮。你想了啥？仁爱甲公义3亲，所以坚持落去，对抗不义，追求公义，直到即个系统重新调整，照上帝国的特殊来治理。愿仁爱甲公义3亲，愿咱的教会圣神的同在的相信，咱行伫即个听甲正义的路呢，传扬福音，关怀社会。咱大家来祈祷。听上阮的主，今仔日即个比喻要对阮讲话，对阮个人讲话，嘛对阮道行教会即个信用群体来讲话。主，求你的圣神继续伫阮的心内，伫阮的教会中间来做工，互阮听有今仔日你通过即个信息所要启示阮的。嘛求你，互道行教会会当通过听甲受苦，伫即个社区，诚做主你恩望的记号，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咱做伙来念回应的诗圣诗第261首，求主驾驶阮祈祷，请咱起立来念全首。心心啊。
真侪方言明年执事甲建中执事来书宪。报告大圣，咱来看第3页，咱来念本周的金句。耶稣说一个比喻，假使因着常常祈祷。路加福音18章11来，咱来做伙来念2遍。耶稣说一个比喻，假使因着常常祈祷。路加福音18章1节。耶稣说一个比喻。假使因着常常祈祷，路加福音18章1节。聚会表甲事奉表请咱家己详细看。第4页，本会消息。今日是圣神降临节吼，是过偌节了后的第50日啦吼。咱感谢福音教会王秘书牧师前来主领礼拜甲讲道，感谢伊的辛劳。迄个第2点，下主日亲人院的奉献主日吼，即届4月初3的大地震，花莲大地震吼，玉神吼有真大的损害啦吼，咱若有受感动吼，咱会当准备后礼拜吼，因会来募款吼，牧师会来派牧师来讲道吼。第3点。咱今仔日12点第3头会议是要召开5月份的定期中执会，若要请假的做大手组执事来请假。第4点咱顶礼拜已经有分迄个母亲节的贺礼吼，今仔日若顶礼拜无摕，咱等下会当去柜台甲当地的长老执事来领吼。分到今仔日为止啦吼，分到今仔日为止。
第5点，咱的迄个1楼的女厕吼，伫5月20，就是过明仔载啦吼，明仔载5月20，明仔载敢若是总统的就任吼，5月20，明仔载才要完成吼。第6点，咱祈祷会继续邀请小组带领组员来做祈祷吼。第7点，后礼拜吼，礼拜煞随接落吼，有迄个小提琴旋律班吼，咱会伫即个所在2楼，因有一个发表会。最主要嘛是吼，若准大人嘛会使啦吼，囡仔嘛会使吼，咱会当来参加吼。你若有想要学，因为老师会摕一寡提琴来吼，咱会当去体验吼，会当若真正有介意吼，有想要学不管大人囡仔拢会当来报名参加吼。第8点，咱的读经计划继续咧进行吼。第9点，过来即个拜六，财务部伫丰原教会有举行迄个财务演习啦吼，这我本人会参加。第10点，事务演习伫三一教会吼，伫6月初1吼，秀英执事会参加。11点，连吉牧师有咧编辑即个五罪牧师的即个纪念册吼，周年蒙主文调周年的纪念册。咱若有要投稿吼，会当做伙来投稿吼。第5页，咱来看团契消息。今仔日有聚会吼，妇女团契有聚会。因妇女团契6月初1吼，拜六有刘正前牧师的一个专题演讲吼，咱若有兴趣的人，拢会当参加啦吼，无一定是客友吼。社青团契今仔日礼拜三伫5楼原来有聚会吼。好，四海读经者有真济啦吼，咱家己看吼。因有真济活动吼，我就无一直来报告。兄弟团契拜六拢有伫读经吼。第5点，双联团契吼，双联团契顶礼拜有邀请明财兄吼来分享伊即个较早的一个历程啦吼。过来，过迄个礼拜5月2日吼，要邀请秀英执事吼来讲家己去佚佗啦吼。咱也知影秀英执事的人拢知影吼，伊足够佚佗的吼，拢家己佚佗吼。我知影伊嘛捌结伴啦，就是2个吼，交因朋友2个，清财是家己一个，吼，有当时就去欧洲、去德国、去对吼，西班牙，我知伊去几啊位啦吼。咱若对这有兴趣吼，咱会当来参加后礼拜吼，伊的分享啦吼。第6点，青少年团契后礼拜有聚会吼。好，关怀协会部分，咱即个课程吼，智力 up 吼，即个课程是新的啦吼。这无限年纪的款吼，应该是无限年纪啦吼。你若要参加，应该拢会使吼。即目前报名的人数较少吼，咱若对这有兴趣的，咱会当来报名吼。好，安尼第7页，甲顶礼拜的奉献伫遮报告做领收。好，若准有错误，也是有楼顶的我本人来更正。好，安尼咱来，今仔日敢有新的朋友，因为我遮无收到做单吼，无吼，好，安尼咱做伙来祈祷吼。主啊，感谢你，伫你过活了后，你应允圣神降临伫阮的中间。主啊，愿知你的圣神，不管啥时啥阵，拢有甲阮伫地。主啊，感谢你的应允，圣神的照顾、甲引带、甲扶持，拢伫阮的中间。主啊，阮为着今年参加会考的遮的小朋友阮来献上祈祷。今仔昨甲今仔日因要考高中就是初中毕业了的一个会考，有品珍、月佳、恒心、佩爱，恳求主圣神帮助因，互因会照因所努力的伫考试的中间有真好的发挥，会当调到因所要去以外的学校。
除了伫学业以外，我嘛搁较恳求圣神印带，互因伫信仰上会以爱来教会，会以爱天条伫主理，对因细汉少年就会当有一个真好的信仰，甲因三角之地。主啊，我嘛为着阮教会兄姐有诶伫化疗，有诶伫疗养，搁较互阮艰苦心诶是玉秀姐诶第二囝，伫最近无意外无伫阮诶意料诶中间来过身。阮知玉秀姐真艰苦心，伫即个过程诶中间求主你亲自安慰。不管是玉秀姐，也是因的亲情，伫这中间虽然所有的后事拢已经完成，总是阮知即种的苦痛，是需要真久的时间，恳求主亲自安慰甲扶持。我嘛将阮教会屏幕的代志，阮搁一摆往主来求讨。阮即马已经有一寡进度，嘛恳求主互阮搁来的听词会当顺利，阮众兄姐会当有共同的心，会当互阮有一个真好的牧者伫阮的中间。我嘛为着阮的国家祈祷，阮看见阮旧年。伫为大选了后，这个效果伫今年拢已经显现出来。伫国会的中间造成真大的混乱。在野党有加几个人，因为安尼，因就碰风因家己。伫一寡对人民无利益，只是为着因家己的权利甲政党的利益。一寡法案，主啊，阮恳求你，真正互阮的执政者有智慧，会当来化解，嘛，互阮的人民真正有觉悟，爱知影因所做的，毋是利益的正人。主啊，阮将阮个人、教会、国家，这个代志拢摆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亲自引带甲排比，我祈祷恳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请咱起立，咱来互相请安。好久不见。来，咱来唱一遍吼。我用主的凭信心来行你，我用主的凭信心来好，咱来吟几遍的诗，圣诗513首。愿主赐福保护你，今次煞请王牧师来祝祷。
紧着平平安安出去。当咱领受圣神的开力，咱毋但祈祷无煞，而且咱要对主领受行动的使命。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希望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都行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三教直直，对这粒教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来倒闭会。